伫咧高雄的屋内有一堆加起来上千岁跳古阵，是一阵平均70外岁阿嬷组成的，伊拢遵照传统达10外种的阵法，展现传统跳古阵的气势。标条真老菜菜是大手举旗啊，大鼓踏着传统的脚步跳古阵，真有气势。跳古阵是高雄屋内传统的艺阵，爱3年一摆土地公绕境才看会到。因是遵照传统的阵法，有踏7星行大礼顶舞顶。团长表示，目前遵照传统跳法跳古阵已经无济啊。摆踏7星，迄入大庙等下踏迄人，啊，搁有迄落青旗跳，搁有画牌，搁有鼓的7星，徛7星，足济的啦。阮差不多跳一半尔啦。所以这跳古阵安尼哦，我足欢喜。啊，会当讲哦，安尼安尼演长落安尼吼，人你老客会当搁出来哦，出来做安尼。跳古阵过去是农家组成的民俗舞蹈，通常完整的表演拢要几点钟。后来这支千岁跳古阵是12位阿嬷阿姨组成的，年纪上大有75岁，平均70几岁。虽讲因年岁有啊，不过袂惊辛苦，真欢喜来练跳。而且讲，因为年岁加起来100外岁啊，当然是千岁团。千岁团来跳，跳20档超过啊，有够甘心，共阮遮的人，无换，拢还阁原在，所以我要跳到100岁啦，你100。千岁团跳古阵到今已经有100外档历史，为着要传承，伊嘛会到学校社区推广，来展现跳古阵的水，要互更较侪人认捌这项传统的文化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